呢位 高清 Roblox 台嘅觀眾同埋 fans 留意啦，如果你仲揾緊佢拍 Minecraft，咁你就真係入錯棚，揾錯人啦。今日我哋要特別澄清返，高清台嘅主場永遠都係 Roblox， 想睇佢玩 Minecraft 嘅朋友，可能要等下世，或者等佢轉行先。高清台嘅堅持。大家成日喺留言區問，幾時拍 Minecraft 拍？高清台今日正式話你知，咪再問啦，唔會特登拍。對於高清台嚟講，Minecraft 啲方塊可能太過正方，邊有 Roblox 咁多玩法，咁多 bug 換得咁爽？尤其係都市線自由駕駛，揸下 MTR， 趴下車頂，睇下啲車門消失，呢啲先係男人嘅浪漫。Roblox 先係真愛。高清台一直以來都係專注喺 Roblox 嘅世界，由模擬揸地鐵到各種奇奇怪怪嘅 map， 佢都玩到出神入化。拒絕 Minecraft， 唔好再問點解唔開 Minecraft Sir， 因為高清台嘅靈魂係屬於 Roblox 嘅。